Hello， 大家好，我係白兵。上兩集講死場咧，大家好似幾中意。今集咧就講到一個同樣都係咁關大家事嘅社會題目。網約車。話說喺2025年10月，立法會三讀通過，正式為網約車平台、車輛同埋司機三方訂立發牌制度。之後政府咧就話佢自己係審慎穩妥咁決定咗，現時網約車嘅牌照上限暫定1萬個。喂，1萬個喎，大佬！全香港而家有成超過3萬名活躍嘅網約車司機，你一句審慎穩妥，就將2/3嘅司機踢走。同時呢個亦都將會係香港運輸史上嘅一個重要嘅分水嶺，就係由 Uber 2014年打入香港開始，足足10幾年網約車都處於灰色地帶。而家的士牌價由高位700萬跌到落去低位200萬。咁究竟呢個發牌制度會點樣影響我哋嘅呢？嗱，大家聽落咧可能以為冇乜嘢啦吓，但係分分鐘係會影響數以萬計嘅家庭啦，同埋帶嚟一連串未必被大眾察覺到嘅深層問題。嗱，當然大家可能都會話啦，喂，我平時出入搭地鐵或者私人司機啦吓。咁網約車限牌關我咩事呢？嗱，呢個情況咧就好似你去公眾泳池游水，然後見到對面嗰度有條友喺個泳池度屙尿一樣，即係冇辦法獨善其身嘅。當過萬個司機冇咗生計，消費力一跌，經濟嘅骨牌效應一冧，咁啲尿就何止浸落大家個嘴度，直頭醃眼添噶啦。所以今條片小弟咧會用淺白同埋輕鬆嘅方式，同大家拆解呢一個立法背後嘅網約車發牌制度。好，嚟，可唔可以講明先？今條片咧唔係要讚或者彈的士或者網約車，亦都唔係話佢哋兩者邊個好啲，因為以個人經驗嚟講咧，兩者都各有問題。片尾咧，小弟會分享一個個人嘅慘痛經歷嘅。而家咧，我哋就討論咗網約車呢個問題先。咁如果我哋要理解網約車嘅話，我哋一定要翻返去最初的起點，了解下咩係共享經濟呢個概念。嗱，學術上共享經濟咧就係指透過互聯網平台啊，然後將原本零星、自發同埋通常免費嘅分享活動轉化為結構化、恆常化同埋有償嘅商業交易。咁而當中核心精神就係共享未充分利用嘅閒置資產，提高效率同埋可持續性。嗱，Airbnb 嘅起源咧就係最佳例子啦。嗰兩個創辦人咧喺自己屋企借咗張氣墊床啦，同埋煮咗份早餐俾訂唔到酒店嘅設計師。咁而 Uber 嘅原始概念咧都係同一邏輯噶啦，就係一個順路揸車翻屋企嘅司機，然後可以透過個 app 咧配對多一個乘客。咁而喺一個成本幾乎不變嘅情況底下，司機係賺多咗啦，乘客又慳咗錢，道路資源咧又因為一架車再多咗個人咧而減少需求，可以話係三方得益，完美。但係商業要發展，就邊有咁多張床租俾你嘅 B&B 啦，或者純粹順路兜多個人嘅 Uber 呢？所以今日嘅網約車已經演變成好多係以全職司機為主導嘅商業模式。但係即使係咁，兼職司機咧依然扮演住一個關鍵嘅角色，就係供應彈性。但係呢一點咧，好多人都低估咗㗎。但係其實咧 ，Uber 其中一個核心嘅設計功能 ，Searching Price， 即係動態加價。簡單啲講，當某區嘅需求大過供應，即係翻工放工嘅時間啦，突然間落大雨啊，演唱會散場啦，咁咧就會好多人咧撳入個 app 度要車，咁之後咧個系統就會加價。但係呢個機制咧有兩個明確嘅目標嘅，就係第一，篩走嗰啲價格敏感嘅乘客，即係嫌貴唔好搭住先啦。第二就係用更加高嘅車資俾翻啲司機啊，去吸引更加多原本冇 online 接單嘅司機咧，即刻上線接單。Uber 自己嘅數據顯示啦，呢一個加價機制推出之後咧，司機嘅數量增加咗70%至80%噶。講密啲就即係當個價升到好吸引，咁原先冇乜打算開工嘅兼職司機咧就會心喐喐咧就落場做生意。咁而彈性供應一注入，價格咧就可以喺短時間內回落，咁樣大家咧就唔使俾貴太多啦，又易啲 call 到車啦，司機又賺多啲。好啦，問題嚟啦，如果發牌制度將網約車嘅供應量硬性鎖喺一個固定嘅上限，咁呢種彈性供應嘅緩衝作用咧就會消失，然後咧就係經濟學101，供應下降，需求不變，價格就會上升，就係咁簡單。你唔使係經濟學博士咧都明嘅呢個道理，點解政府唔明嘅呢？咁當然政府咧係真係可以冇讀過經濟學101嘅，但佢哋一定有讀過政治學101，就係我話上限1萬個就1萬個，呢啲叫審慎，你咬我食啊！咁但係可惜咧，經濟學係唔會因為你審唔審慎咧而影響你加唔加價嘅，而更加只係會因為你嘅審慎咧而加得更加金嘅啫。喂，你而家同我講3萬個司機發得1萬個牌，掟落彈手指啊，都係彈走一半人啫。香港政府一拍就死2/3啦。然後我哋就當咧發牌上限係15000個都好啦，活躍嘅司機咧都會減半，高峰時段乘客等候時間咧有機會延長1倍啦。
同埋車費咧上漲達7成，即係簡單講，由迪士尼去灣仔特定時段車費可能會由250蚊加到係430蚊嘅。嗱，15000個已經咁恐怖，你而家仲話1萬個，即係叫全香港人準備好去捱貴車同埋等餐死啦。然後政府仲要自欺欺人咁話，我哋係動態評估嘅，評估你都評估咗10幾年啦，仲評估得唔夠？的士牌都由700萬跌到落200萬嗰陣時，你唔評估？然後而家你的士牌價由229萬左右升翻去260萬，你又唔評估？我懷疑你啲評估咧，淨係喺需要合理化自己決策嗰陣時先用嘅。仲要政府推算每名網約車司機平均每日營運大約6個鐘，每個鐘完成2單行程。咁1萬個牌每日咪可以供應12萬個行程咯？咪6個鐘。立法會前主席嘅曾鈺成啊，都忍唔住鬧爆，就話：喂，當時佢自己架車冇用嘅時候，可以出嚟揸2程，你點可以話攞咗牌嘅人每日就做6個鐘呢？根本就係由根本上面錯。之後佢仲話政府驚塞車嘅理由呢，直頭拗晒頭，即係啲人唔會攞咗牌就揸架車出嚟行街噶嘛，佢都係有客先至出嚟嘅啫。然後最慘嘅係，大家以為呢啲牌照上限1萬嘅話呢，就氹得掂的士牌主同埋司機啦。點知的士業都係覺得1萬個係太多嘅，然後市民又覺得1萬個太少喎，即係可以話政府係揀咗一個兩邊都唔討好嘅數字，仲要話自己審慎穩妥。好，然後第3個要講嘅現象呢，就係人才流向嘅問題，即係而家揸網約車揸得好長時間啊，好叻嘅嗰啲全職司機呢，其實好多最終呢都會選擇翻揸的士嘅，原因有2個。第一，的士嘅車租已經包晒嗰啲保險，所有相關成本，對於司機嚟講呢，可以話係隨笨有精，唔使搞咁多嘢。相反，網約車司機如果要自己買保險啊，保費可以達到現時 Uber 代付金額嘅5倍㗎。呢個咧係 Uber 嘅代表自己都承認嘅風險。第二就係的士司機一樣都可以透過呢啲 app 嚟接嗰啲 call 車嘅生意，同時亦都可以繼續做街客。呢個雙軌並行嘅接單模式係令到的士司機嘅客源比純網約車司機更加廣啊，更加穩定。所以簡單啲講，今時今日都仲堅持揸緊 Uber 而唔轉的士嘅司機，通常都真係有住自己嘅特定理由。之後呢，就要嚟到第4部分，就係網約車其實係中產兼職司機嘅最後生存空間。但行內啲非正式嘅普遍觀察啦就係大約7成嘅網約車司機呢係屬於中產階層嘅。原因好簡單，揸 Uber 又要自己有私家車啦，又有固定車位啦，即係本身都有花一定財力嘅門檻噶啦。然後喺而家呢個香港經濟環境轉差嘅時代，好多中產收入咧都跌咗，然後佢哋為咗保住個生活水平，就會選擇兼職揸 Uber 嚟增加翻少少收入。又既唔使放棄正職，又唔使大額投資，只係需要善用自己已有嘅資源，就係嗰架車嘅呢個資產。但係當發牌上限1萬個，仲可能咧有限制最低嘅營運時數，然後發牌機制咧亦都可能會傾向優先照顧全職司機。咁呢批中產嘅兼職司機，佢哋嘅生存空間咧就會被完全擠壓，甚至消失。之後一個好可能會出現嘅諷刺結果就係，原本冇打算全職揸車，只係想揾份彈性外快嘅中產人士，反而會因為發牌嘅數量有限而被排斥出局。Uber 嘅調查顯示，有41%受訪司機嘅家庭收入咧有80%甚至100% 係嚟自網約車，76%嘅司機預計將即時面臨經濟困難，2成3咧要提早退休或者失業。然後你同我講呢啲後果係政府你審慎穩妥得出嚟嘅結論，呢啲叫做摧毀數以萬計家庭生計嘅。香港人最引以為傲嘅就係嗰啲咩獅子山精神，講白啲呢，即係馬死落地行，有手有腳呢，就我哋唔死嘅。咁呢幾年經濟差啦，好多中產都已經搖搖欲墜，不過佢哋呢就冇去排隊攞綜援，而係選擇拎起條車匙落街揸網約車，幫補家計，保留翻自己最後一絲嘅尊嚴。所以網約車就係香港社會喺經濟寒冬底下一個最真實嘅民間安全網。但係政府而家做緊啲咩呢？佢唔單止冇幫你織個網啊，佢用親手攞起把鉸剪爛咗你個網。咁而呢1萬個發牌上限，真係唔係規管交通嘅，其實係規管緊香港人自救嘅權利。咁當生計同生活質素唔能夠維持，咁就嚟緊一單單嘅家庭悲劇呢，就係咁樣開始。咁除咗經濟角度，其實兼職揸 Uber 咧，仲有2個政府完全無視嘅社會功能。第一就係大約2成嘅兼職司機嘅動機係同家庭和睦咧係有關嘅。大家試諗下自己嘅父母，佢哋係咪成日見面嘅呢？
好多時都係朝早翻工，夜晚先一齊食飯噶嘛。有啲仲會外出公幹啊，翻大陸做嘢咁，分分鐘一個星期先唔知見唔見到一次。其實咧係可能佢哋兩個未必好熟嘅。然後如果一個男人冇嘢做，成日困喺屋企同老婆日堆夜堆，長期近距離嘅接觸咧，反而係會容易產生摩擦嘅。咁而出街揸 Uber 就一嚟可以揾到收入，二嚟咧亦都會令到雙方咧有翻啲私人空間，咁樣咧對維繫家庭關係咧有住正面嘅幫助嘅。第二，其實大約有1成嘅兼職司機咧都唔係因為經濟壓力，而係因為想保持住有嘢做嘅呢個生活狀態。咁當然好多時咧呢啲群體通常咧就係年紀比較大嘅人士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保持規律作息啦、社交互動啦同埋輕度嘅體力活動，本身就係延緩衰老嘅最佳生活方式。仲要話政府同醫管局又話咩人口老化令到醫療壓力增加，之後咧就要增加撥款啊，多啲資源。咁你咁樣搞啲退休人士周吧，就即係自己咧整個問題出嚟，然後自己再撥錢解決。喂，呢個係叫做政策界嘅永動機喎。所以政府發牌上限得1萬個，可以話係完全冇諗過會為社會帶嚟幾大嘅影響嘅。好嗱，上面講完經濟，講完邏輯，講完家庭倫理啦。跟住落嚟，我哋就講啲最赤裸嘅數字。根據政府自己嘅文件，參考咗上海、深圳、新加坡、坎培拉4個城市嘅的士同埋網約車比例作類比計算，香港網約車理論上係應該發牌46,800個，去到225000個嘅。然後喺呢兩個數字之間咧，政府揀咗1萬個。呢個計法勁過嗰啲餐廳話，我參考咗米芝蓮食譜嘅，然後煮咗個餐蛋麵出嚟咯。之後有接近90%嘅乘客咧都認為1萬個配額係嚴重不足啦，只係得4% 嘅受訪者認為固定1萬個配額咧係屬於合適嘅。然後咧接近60%咧係支持唔應該設有固定嘅配額，或者將初始配額設於1萬個以上。之後立法會委員會咧收到超過1120份嘅公眾意見書，有近70%咧都係認為1萬個牌照咧係唔夠嘅，建議調高甚至取消上限。咁有市民形容啦發1萬個牌照係脫離現實。然後政府嘅回應係乜呢？就係我哋審慎穩妥啦，同埋日後會即時檢討啊。咁你即係話我知我錯，但我唔會改，我會等到出咗事先算。咁當然啦大家睇片睇嚟呢度咧都會問噶啦。咁你白兵講到你咁醒啦，咁應該發幾多個牌啊？嗱，作為愛國愛港嘅我，相信咁多位議員啦、政府官員啦，同樣地都係咁愛國愛港嘅。咁而我哋偉大嘅祖國咧，佢哋網約車嘅制度比起香港係先進同埋有效好多嘅。起碼人哋2016年就已經有相關法例，咁多年嚟亦都係行之有效。咁即係點呢？嗱，內地嘅網約車咧就係由中央規定基本規則，然後各城市咧就自行審批同埋管理。平台咧就會向當地嘅交通部門申請經營許可，然後咧就插入呢個政府嘅監管系統，核實司機、車輛同埋訂單嘅資料。然後司機咧就最少要有3年嘅駕駛經驗，冇嚴重交通罪行同埋醉酒駕駛嘅記錄，再考取埋呢個網約車駕駛員證。然後個車主咧就需要將佢合資格嘅車輛申請網約車運輸證。嗱，呢啲聽得複雜唔緊要，簡單講咧就係平台受監管啦，司機考翻個試兼且背景正常啦，同埋架車唔係甩皮甩骨買齊驗疏咧，就可以開波噶啦。然後最緊要嘅係中央咧係冇全國統一牌照上限嘅，頂多咧都係好似上海啊、三亞呢啲嘅內地城市，佢哋係因為市場完全飽和而暫停增發證件嘅啫。不過在我嗰度其實都唔使嘅，因為如果真係飽和晒揾唔到錢嘅話，呢啲司機會自己轉行噶啦，死咗一架車冇單入咧冇意思噶嘛。不過都唔係太重要啦。總之，所以換句說話講就係，內地城市可以因應實際情況動態調整，而唔會一刀切鎖死喺某個數量。點解同樣咁愛國愛港嘅香港官員唔跟嘅呢？定係佢哋覺得大陸呢套唔好呢？劉伯都話啦，相對內地、澳洲、倫敦或者世界大多數嘅國際城市，限制網約車發牌數目係非常之唔尋常嘅。呢啲城市更加係會採取令市場決定所需要嘅司機數量嘅，亦即係我哋所講嘅自由經濟啦。咁全世界都咁做，偉大嘅祖國又咁做，點解唯獨係香港要鎖死1萬個嘅呢？香港班官唔跟，係咪覺得佢自己比其他城市嘅官員更加聰明呢？影片到最後講到最尾，1萬個牌照上限真正保護嘅係邊個呢？的士牌價由700萬跌到啦200萬，的士業界咧就叫晒救命。政府呢次發牌1萬個的士嘅牌價即刻由229萬升翻上260萬，好似近排再升多啲噶啦。亦即係話呢個政策一出，的士牌價即刻反彈。
呢招精準托市都可以話係犀利過金管局。不過我就當你真係要保住的士牌主嗰啲錢啦，但係人哋個牌價都有700萬跌到落而家200幾萬啊，夠都唔係而家先夠啦係嘛，大佬？的士牌價跌咗咁多年你都唔夠，而家先嚟用全香港市民嘅出行便利同埋連帶嘅香港經濟嚟托市。我哋香港政府又話要經濟好，又話夜繽紛，之後揸車出嚟呢，你係咁抄牌。OK 啦，唔揸車搭 Uber 啦。嗱，搭得 Uber 嗰啲人呢，消費係唔會太低嘅，因為一來一回呢點都2嚿水噶啦。然後你再加呢一班人嘅運輸成本，即係你想啲搭 Uber 嘅人都唔搭 Uber 出街啦，都要留翻屋企啦。係咪呢？同時，政府呢個設施點解可以同時得罪咗的士牌主同埋廣大市民嘅呢？喂，的士業界係仲想限埋嗰啲網約車司機每星期就係做20個鐘嘅咋？即係話的士業界最終嘅目標係連呢1萬個牌都唔想俾人全職做。咁你覺得佢哋會滿意呢1萬個咩？唔係咁天真係嘛？好啦，睇完以上幾點，大家都會發現香港網約車嘅發牌制度所引發嘅問題，遠唔止車資會唔會加咁簡單。而呢個政策最終我哋會得到嘅，就只係一個表面規範咗，但係實際上犧牲咗市場靈活性同埋部分社會福祉嘅結果。喂，一個政策可以做到司機失業啦，市民捱貴車啦，中產變基層啦，夫妻不和啦，長者冇寄託，一拳就打到香港5勞7傷。呢個政府都真係可以話係百年難得一見骨骼精奇嘅練武奇才。年紀輕輕就一身橫練嘅筋骨，簡直係百年一見嘅練武奇才。所以，與其用死1萬個上限去保護傳統的士，不如諗下點樣設計一個有彈性啦，可以隨市場變化調整嘅發牌機制。例如參考內地城市啦，人哋牌照冇上限啦，都係嗰句。然後政府後續會唔會根據實際嘅營運數據嚟動態調整發牌數量，最終就係決定呢一場改革是禍是福嘅關鍵啦。但係以佢哋一直以嚟嘅思維呢，我就即係唔抱太大希望咯。好，今年俾你嚟呢度啦。嗱，講下少個人慘痛經歷啦。咁咧，大家都會知道咧，的士司機咧有好有唔好嘅，但係唔好嗰啲態度都真係好差嘅。咁然後點解 Uber 又冇乜呢啲問題咧？即係 Uber 都有態度差嘅司機，但係唔多嘅，比例上少好多嘅，或者大家都係少聽好多。點解會咁咧？因為佢哋有個評分機制。如果你俾得多1星2星咧，佢哋會接唔到單嘅。所以咧，限於佢哋要繼續接單咧，佢哋嘅態度都唔能夠太差。呢個就係點解的士咁多好差嘅的士司機，而 Uber 係比較少好差嘅，即係網約車司機呢，就係咁解啦。另外，我想講個慘痛經歷呢，就係咁，當然的士司機有嘅好處就係佢哋認路啊、識路嘅情況呢，係真係好好多嘅。我自己搭 Uber 成日都遇到啲司機淨係識得睇住個 Google Map， 然後入錯晒條路嘅。佢哋唔識睇嗰啲路牌嘅，佢哋好中意成日行錯路嘅。咁有一次咧，最誇張咧就係話說禮拜5咧，我做完直播啦，咁我要車阿梅同埋水哥翻屋企啦，然後我自己翻屋企啦。咁所以我係由觀塘出發，然後咧因為趕時間問題，要先去中環，之後北角，之後太古。聽落大家都 OK 啊，大家都明啊。咁然後咧，我就喺觀塘走，經東隧，然後個司機喺東隧咧出錯出口，出咗去筲箕灣，都唔緊要啦。筲箕灣總之咧就直奔中環先啦。OK， 到嘅中環趕得切嘅，然後咧中環就先去北角咯。咁都好簡單啦，係咪？一條直路啫。之後個司機一嘢扭咗去紅隧。之後我哋過咗紅隧，不過都唔緊要啦。紅隧咧有位可以 U 翻轉頭，即刻紅隧翻嚟，咁都可以好快去翻北角嘅。之後佢冇 U 到，佢行翻繼續上去咩九龍灣啊。之後咧就行翻去觀塘，然後我哋回到最初的起點，喺觀塘再次行翻東隧。不過都算啦，行東隧今次出得啱啦。其實去北角都好快啫，一出東隧佢又出錯咗去筲箕灣。之後我就千辛萬苦喺北角落車，我上車到落車時間用咗1個鐘。之後我唔知水哥點解太古落車啦，因為我已經落咗車，唔知咩事啦。咁到最終咧，水哥都翻到屋企嘅，係啦，大家都繼續見到佢嘅。咁但係就 Uber 司機就會有呢啲，即係我唔知兼職得滯定係即係啱啱考完車牌就會揸 Uber 咁樣嚇，收住錢嚟練車咧，我唔知啊。咁所以咧，其實有好有唔好嘅。咁所以大家而家睇到就係點解早過咁好，就係起碼佢哋考過簡單嘅試啦，要有3年嘅經驗啦。咁可以免卻咗某啲即係太 green 揸車嘅人啦。另外就係網約車繼續都可以俾分啦。咁所以呢啲司機態度咧真係會好好多嘅。咁就係啦，個人經歷分享完啦。今條片亦都嚟呢度，會然後續會同大家講下點解啲的士司機咁憎 Uber 嘅呢？同埋都會講下 Uber 嘅執法問題嘅。跟住落嚟廣告時間，成日瞓唔好
一個好嘅枕頭咧，對大家係好大幫助㗎。Zone Plus 嘅枕頭咧，融合英國帝國大學博士研發嘅 M9 專利科技，可以令到由頭部開始促進血液循環、放鬆肌肉，再配合埋 FDA 嘅食品級直膠同高機能聚氨酯，咁樣咧就唔會有微塑膠，又可以放落洗衣機洗。軟硬適中，貼合頸椎，一晚深層修復，朝頭早一起身就自然精神翻晒嚟啦。呢個枕頭已經有大量嘅讀者 feedback 好評噶啦，快啲上我哋個網睇下啦。今條片就嚟呢度，中意我哋影片幫我 like share 同埋comment嘅咧，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撳埋隔籬個鈴鈴咁啦。逢星期四出片，星期二可能有片，星期五夜晚9點鐘會喺 YouTube 上面播嗰個時甚至政治，希望到時有大家。我哋開始我哋 Patreon 會員，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下。下條片再見，拜拜。